聪明的人也会糊涂，付出真情换我快乐，变心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。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，一点一滴无留退路。如今心痛，有啥人陪我渡？我无论风雨搁甲空波，拢无计较，甘愿永远陪你身边。面双双对对，甜甜蜜蜜，处处日日留予我的，只有满满的空虚。我也无准备，你就来离开，过去的爱放一边，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。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手纸，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，也救袂转来你疼我。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甜蜜，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我会转来你爱我？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手纸，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，也又会转来你疼我？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甜蜜，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我会转来你爱我？谢谢蔡宗颖。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很难评哎，其实头蛮大的，因为其实三位唱的真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挑这么难度这么高的歌哦，其实以我们是专业的歌手来讲，唱了这么久，其实不太会去挑这样的歌来唱，所以我觉得蛮佩服今天挑的三位挑的这些歌，其实难度都很高哦。阿 Sir，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当然是难唱，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哦。那你这首歌这样唱下来，其实我会觉得说，有一点小缺失在于这首歌必须要很饱满的气，才能够去把这首歌唱好。因为我会觉得你前面的部分唱的有点太小心，其实你太于控制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，你会气的方面会调试的不是那么好。因为你前面控制的太多，你后面的部分你要需要很多的气的时候，其实会不够。所以在于这首歌整个后面的副歌的部分，你需要用很多气去推的时候，那个 punch 出不来。哦，你的气的配置必须要去做一个规划。但今天还好，就是你后面崩的部分不是那么多了，就是你的只要在前面的部分控制再少一点，我觉得这首歌会唱得更好。宗颖跟雅婷，我一起讲好了。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两首歌哦，都是你们的罩门。多罩呢？好，讲给你听。宗颖呢？这首歌说实在的，是我现在听到为止哦，选手选的歌最难的，被你选到。然后这个歌难在哪里啊？除了老师刚才讲说，你要记得这些有很多地方是要你气很足去表现的，所以你是要整个通篇哦去看。你要么就是真的很精准的把这个拍子算好，要么就学村长一样全身投入。你不能站在这中间摇摆。雅婷也是，雅婷，你知道这首歌最重要就是张力啊，这个张力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于要行到位去，然后接下来是啊，那个是不是张力最大的地方？3段哦，都要3段不一样的画面，但是你把3段最重要表现的地方，你都缩手回去，感觉身体状况有问题，所以你都保有实力，不敢冲出去。很多细节也都忽略掉，很多尾音也不见了。好，你们2个要加油哦，因为今天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这么好的范本给你们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